靈修分享日期2025年6月30日，經文詩篇84篇1至12節。詩篇84篇嘅作者全心渴望住喺上帝嘅聖殿中，喺嗰度佢可以不斷咁頌讚上帝嘅聖名，並得着力量，喺上帝面前蒙福。即使只係喺聖殿中度過一日，佢亦願意選擇喺聖殿中，並甘心樂意成為聖殿嘅守門人。上帝如同太陽同埋盾牌，賜福俾所有倚靠佢嘅人。今日上帝仍舊如同太陽同埋盾牌，卻不一定個個基督徒都甘心樂意倚靠上帝，得着佢為我哋基督徒度身訂造嘅福氣。有啲基督徒不自量力，要求更大嘅福氣，卻有啲基督徒自知罪該萬死，感到內疚，不敢接受上帝嘅福氣。我憑着所賜我的恩對你們每一位說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要照着上帝所分給各人的信心來衡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，肢體也不都有一樣的用處。這樣，我們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，互相聯絡作肢體。羅馬書12章3至5節。阿們。